好開心咧！浸信會榮隆中學又再一次咧榮獲樂藝校園嘅獎勵計劃。喺當中咧，我哋喺2023年呢一年，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展亮同行。顧名思義，其實好希望咧透過各項嘅活動，能夠展開學生佢哋新嘅一年喺學習上面、喺品德上面、情義上面點樣可以同佢聯繫之餘，亦都將佢哋嘅亮點能夠展亮出嚟。讓更多嘅家長、社區人士同埋我哋嘅老師一齊嘅慶祝佢哋學習嘅成果。同行就係希望透過我哋唔同嘅活動，同學生嘅結連，從而能夠同佢哋咧喺困難當中啦，喺疫情裏面咧都能夠好好嘅一齊行落去。咁所以喺今次嘅整個獎勵計劃裏面，我哋喺唔同範疇裏邊咧都有好多唔同活動去幫助學生展亮同行。今年咧，其實喺呢個計劃入邊咧，都係好特別嘅一年啦。因為過去咧，我哋本地都受到疫情影響，同學仔咧都有好長時間咧都唔能夠真係喺學校實體上課。咁呢一年咧，當佢哋能夠真係有機會翻到嚟咧，有全校全日嘅實體上課嘅時候咧，我哋學校咧喺設計活動嘅時候都好着重，希望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咧融入去校園嘅實體生活。真係咧，以往冇乜機會同佢嘅同學仔、同佢嘅班主任、同佢嘅科任老師一齊去相處，我哋就透過咧設計唔同嘅活動咧，真係咧讓佢咧能夠咧認識到佢個班嘅同學，有教佢嘅老師，甚至咧冇教嘅老師都可以咧有連結，讓佢咧真係感受到咧實體翻嚟學校入邊咧，其實真係一個大家庭。咁啊，除咗咧頭先提到疫情之外咧，我哋咧都見到咧同學仔其實咧喺我哋嘅社區咧都有好大嘅身體啦、心靈啦、社交嘅需要，所以我哋喺活動設計上邊咧都花咗啲心思，特別咧都希望咧幫助佢哋咧喺精神健康同埋喺社交健康上邊咧都希望支援到佢哋，讓佢哋咧能夠咧有好嘅精神狀態，有好嘅社交技巧，能夠咧支撐到佢哋嘅成長同埋學習嘅生活。學校喺2020年咧參加咗機電署嘅彩電學社計劃，咁咧安裝咗36塊太陽能板喺禮堂頂上邊，而且咧我哋亦都參加埋上網電價計劃，可以每年咧大約去賺到咧5萬蚊嘅現金回贈。既然有呢個咁好嘅系統，所以我哋就諗，不如將整個太陽能系統咧介紹俾中一嘅同學。我哋構思咗一個跨學科嘅課程。當中咧牽涉咗大約12位嘅來自不同學習領域嘅老師，包括有地理有科學同埋中英數嘅老師添。希望同學亦都更加了解到科技對佢哋日常生活嘅影響同埋個應用。更重要嘅就係能夠將可再生能源發展呢個觀念、呢個價值咧更加確立。係，其實我哋榮隆中學咧已經參與咗馬蹄蟹保姆計劃10幾年㗎啦。咁呢個計劃主題其實就係飼養幼年嘅馬蹄蟹 BB 啦。等你哋一眾嘅年輕人可以喺計劃當中更加關注到本地保育面臨緊嘅挑戰，同埋咧係去了解到生物多樣性對於可持續發展嘅貢獻。你教導咗我哋咁多馬蹄蟹嘅知識啦，同埋呢個照顧嘅方法啦。你參與咗呢個馬蹄蟹保姆活動之前咧，我哋真係對馬蹄蟹係完全唔認識㗎。冇錯啊！喺我成為咗馬蹄蟹保姆之後，我覺得我嘅責任感都提升咗啦，而且亦都更加去關注、更加明白到保育嘅重要性。而喺同夥伴學校嘅交流當中，我亦都學識咗點樣去更加大膽同埋自信咁樣去同一啲陌生人去分享。都幾開心下㗎，同埋有成就感，因為我哋可以喺度日日上嚟，同老師同埋啲同學一齊照顧啲馬蹄蟹，讓見住啲馬蹄蟹 BB 咧，都感覺培養出一啲感情出嚟。有時想知，當啲馬蹄蟹 BB 大個嗰陣時，我哋仲會帶佢喺哈伯尼嗰度放生，為香港嘅保育生態出一啲魅力。我哋學校咧喺上一學年咧都做咗一個叫做咧永隆周圍噏嘅環保活動喎。乜嘢叫做周圍噏咧？就係將我哋身邊咧好常見到一啲唔要嘅廢物咧，我哋將佢升級再造 upcycling。
咁喺入邊當中咧，我哋個活動設計咧都讓同學咧去學習咧。觀察下，留意身邊有冇啲物品咧，其實可以都升級再造嘅喎。我哋咧上年咧試過咧，將一啲餐酒嘅木箱咧，將佢咧改造成呢個木杯墊啦。跟住我哋亦都試過咧，將牛仔褲咧唔合身嘅牛仔褲咧，將佢改裁成 iPad 套。然後咧，我哋亦都咧有將一啲廚餘洋葱皮、紫薯皮咧，將佢哋咧做成天然嘅染料，愛嚟做紮染。咁當中入邊咧，其實咧有成300幾個同學仔咧，都做咗一啲產品設計。最後咧，我哋亦都收到咧有100多位嘅同學咧，交上一個真係作品上嚟咧，係一個可以真係用到嘅日用品嚟㗎。喺活動嘅過程之中，我都覺得好緊張啊，因為唔知道自己有冇足夠嘅能力去完成製造作品。但係喺活動嘅過程之中，同學們大家都互相幫忙，而且大家都互相鼓勵同埋欣賞彼此嘅作品，所以嗰個過程真係好溫暖啊！而且呢一次嘅活動，我哋都學識咗一啲改造同埋一啲關於環保嘅知識，我哋都受益匪淺。中六嘅同學喺完成咗校內畢業試之後，我哋為佢安排咗呢個失敗體驗日，讓佢哋藉住一連串嘅活動去經驗失敗、體驗失敗、明白失敗。我記得中六嘅同學咧，喺疫情之下好耐冇試過可以全級同學一齊進行咁樣嘅活動，佢哋玩得好投入、好開心。更加重要咧，藉住問卷嘅時候，同學都反映，原來對於佢哋去認識失敗多咗一步，佢哋冇咁害怕嗰個文憑試考試，佢哋咧願意去嘗試，願意接受呢啲嘅挑戰。希望我哋嘅孩子能夠有更強大嘅心理去面對人生嘅種種挑戰。大家好啦，咁咧我哋嘅學校入邊嘅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啦，同埋屯門地區康健中心，同埋咧浸大嘅中醫學系咧一齊合作咗4日嘅健康週。呢個健康週咧，為期4日咧，就係透過呢2個嘅團隊啦，嚟到我哋學校當中，可以咧一齊咁樣去宣傳身心健康，向我哋嘅師生嘅團隊咧一齊咧透過活動啦，同埋一啲專業嘅檢查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師生團隊都了解到乜嘢係身心靈嘅健康。好，正謙啊，我想問咧，健康週你有啲乜嘢嘅深刻嘅體會啊？喺呢個健康週咧，咁浸大嘅中醫系嘅哥哥姐姐就嚟到咗我哋學校啦，去教我哋呢一個嘅8段錦嘅工作坊。咁呢個活動咧就俾我明白到咧，我哋嘅頸腰嘅疲勞咧，其實咧係同我哋嘅日常嘅坐姿啊、姿勢啊都有密切嘅關係嘅喎。除此之外咧，我哋學校嘅師兄師姐咧，亦都計劃咗好多好好嘅攤位遊戲俾我哋玩啦，俾我哋明白到平時做運動咧都要好重要嘅喎。情義教育音樂劇場咧係一個俾中一同學啦，透過喺學校唔同嘅地方咧進行互動劇場嘅。透過咧劇場咧，佢哋可以認識多啲校園欺凌啦，以及咧可以體會到被欺凌者嘅感受，從而咧作出一啲嘅反思。咁喺呢次活動當中，咁有專業嘅演教員就會帶領 MJ 嘅同學仔啦，咁就去演出一啲嘅音樂劇嘅片段。咁呢個活動就透過呢啲劇場就去說之以理，以藝術去動之以情。咁作為演員嘅你又有啲咩感受呢？咁喺呢個活動當中，演員就需要同觀眾有好近距離嘅接觸啦。咁呢一個活動就令到我哋嘅表達能力同埋解難能力都有所提升，同時亦都令到我哋嘅自信心係增加咗嘅。校園藝術大使係由一班好有藝術才華嘅同學一齊組成嘅。咁我哋會參加學校入邊有好多藝術性嘅活動，就好似我哋身後面嘅壁畫，其實都係同學仔一齊去合作畫好佢嘅。另外，每當學校有任何大型嘅活動之前，同學仔咧就會出到嚟幫手我哋去做好一啲場地嘅佈置，以及會做好多唔同嘅小飾品等等。自從成為咗校園藝術大使之後，我都增加咗對學校嘅歸屬感啊！因為係佈置活動場地同埋裝飾校園嘅時候，唔單止可以增加到活動嘅氣氛，亦都可以讓一眾師生同埋嘉賓享受其中，所以呢個真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事情啊！今年咧，我哋校慶活動日嘅主題咧係展亮同行。當我哋預備我哋嘅校慶活動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咧，讓我哋永隆中學嘅同學咧可以喺環保、音樂、視覺藝術同埋體育上邊咧去展示佢哋嘅才能。
當中咧主題嘅活動、校慶閃避球活動咧，我哋都有好多同學咧組成唔同嘅隊伍，咁啊一齊喺球場上邊咧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咧去爭勝。喺比賽嘅時候咧，我哋一班老師啦、同學、家長咧都圍喺場邊咧，為同學嘅努力歡呼。我哋真係好感受到咧，當中咧我哋永隆係一家人嘅氣氛。我非常之難忘啊，因為我哋可以享受住我哋一邊唱歌一邊去連接我哋嘅校慶活動嘅。除此之外，我哋又食咗好多家長佢哋整嘅美味嘅食品，我非常之享受佢哋整嘅食品啊！然後我哋又睇咗個閃避球，閃避球非常之激烈啊！每一位球員都係非常之盡心盡力咁樣去完成佢嘅賽事。咁其實食物義賣咧係我哋校慶日嘅重頭戲。咁其實我哋家長度參與度好高嘅，有100%嘅。咁其實呢個活動最有意義係啲乜嘢咧？其實我哋係會為學校嘅經濟援助基金咁去做籌款活動咯。咁係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同學生嘅。其實我哋最開心嘅係咧，就得到一啲受惠嘅家庭咧係有回應翻話翻俾我哋聽咧。得到學校呢一份心意咧，其實係好感動同埋好窩心咯。其實喺永隆中學裏邊，其實我哋唔單止係家長持份者咁簡單，其實我哋已經係永隆人。喺永隆學校裏邊嘅所有嘢都係我哋有份，我哋有份參與嘅。其實永隆中學嘅所有活動都帶動咗我哋係可以有呢個團結一心嘅精神，係喺呢個所有嘅活動裏邊，我哋就會活出呢一種精神啦。